法树下。听美妙的旋律，动人的声音，是不是让你有种悸动，仿佛看到哈嘎引的乐天之命？这就是台北都会哈嘎引谢宇威，唱出对生命的热爱，对于思乡的情怀，也融入在歌曲中。花树下，法书行这首歌曲代表了高雄米农当地的写照。米农是南台湾最具风情的客家庄，有好吃的饭条及道地的客家菜，美轮美奂的油纸伞，传统建筑烟楼再造，人文特色浓厚的交工乐队及文学宝藏的中里河纪念馆，都再呈现独具的客家精神，绝对值得你来细细品味米农客家之谜。我喺台北出世的客家人哦，因为我爸爸是法图的一个绘画工作者，所以从小我厝看爸爸画图。爸爸画图的时间呢，佢全部会用西洋的音乐，还有古典的，还有客家的山歌，还有八音。所以讲，我从小就同爸爸用了各种的音乐，所以讲就对音乐有非常大的兴趣。差不多我个小3年生的时间，我记得我有钱哦，我去买第一张唱片，就是安迪威廉《Love Story》，那是安迪威廉的唱片。后来个小的时候有钱就去存钱去买 Bee Gees、Andy Gibb 嘅几条的专辑。所以讲西洋音乐哈，对我影响非常的大。我哋原本全部都係搞西洋音樂，冇我哋自家屬於推翻自家嘅生歌曲，所以講對到我哋客家嘅歌曲未下少，所以講就開始來嘗試來寫客家歌曲，差唔多8、9年嘅時間開始寫嘅。那後來就拿過2擺全國創作大專創作的第1名嘛，沒因為安欣進入了唱片圈。似乎冥冥中就注定，谢宇威从绘画工作者转变成音乐创作者，也掩盖不住他的才华，能为客家音乐做创新改变及尽一份心力，一路走来获得众人的肯定与掌声。谢宇威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希望我哋做啲播出我哋祖先客家人的好嘅部分，從樂天知命很堅毅的精神。那從有些我哋感覺我哋客家人有時候會太過保守我感覺2個部分我們可以把它捨去掉。我希望我哋客家人台上講出來，唔是假我是客家人。雖然出生在台北，但是客家人的特質都在影響謝宇威的音樂創作之路。除了母語的熏陶之外，自我意識的省思，讓他對客家人文的熱愛又多了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，像是昭告全世界，愛以客家人為榮。我係感覺一幾年的客家歌曲中國必青的，因為我感覺我哋客家人未到台之間強用生活地下社會特別多，所以講做唔到，係咪做得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來寫來唱我哋客家歌曲。那個不過客家文化就從啲台灣起，它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朵。大家冇強嘅作曲就從冇強嘅動作嚟發。那希望我哋寫客家歌曲呢，就做得讓我哋客家傳統嘅東西，讓現代東西不與有一隻動作嘅結合。希望我哋歌曲呢，後生人做得來接受，做得來認同我哋客家嘅歌曲、客家嘅文化。唔只係我哋客家人自家，還有其他嘅作曲人嘅朋友，向下來欣賞我哋客家音樂。都會客家音樂人謝宇威的創作靈感，來自對客家故鄉之情的抒發。不論自己老家桃園新屋，或是高雄美濃的傳統客家民謠、童謠，都成了創作的最佳題材。在音樂無國界的領域中，聆聽謝宇威的客家旋律，每一個音符都代表每一次的用心，真實感受客家人對生命的勇敢，發現客家種景物之美。都會的客家人昂首闊步走出客家音樂的一片天。